所以是，那可不可以？你要喝酒？啊，有酒吗？黄梅姐帮我一个忙啊！黄梅姐是那个好的百的老板，你可以跟她买我的 CD， 绝对不会打折的，所以还是买我的好了。很坏。好，我本身，我人生有组第一个乐团啊，图腾乐团是我人生组的第一个乐团。然后我开始写关于自己原住民身份的，一开始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啊，我也把它当做我自己的成名曲。我的成名曲，如果你们还不会唱的话，那我真的没有成名的机会了。所以如果你们会唱，一起唱。这首歌在图腾的第一张专辑里面有收录，叫《我在那边唱》。会唱一起唱好不好？海浪一样拍打着海洋，阳光一样随你绽放，那么的香。瀑布一样收获在家乡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超越来的平淡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走着。啊呜啊咿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呀那呀咿，哦咿呀，哦哦耶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呀，哦咿哟咿，哦咿呀。海浪一样拍打着海洋，阳光一样随地绽放，那么的香。瀑布一样收获在家乡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长远来的平淡，路灯没有照亮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走着。谢谢。